桌顶头有人讲我的歌讲了唔对，啥物讲了毋对？你敢袂香？气香加香气。平常时大家拢袂安尼讲拢会讲气香。嘿嘿嘿嘿，所以迄条歌迄当阵是上拢做好啊，已经发出来。拍出来。又袂开着日记，因早就下了定论。出劲的，是吼，就写一条的，我觉得袂负责的啊。哦，你个剧袂负责了。我先写开顿，啊，伊若搁完成一条的时阵，我有讲安尼，我搁补3条。